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1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7篇，耶利米书30章18节到24节，启示录22章第8节到2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用听来祈祷。伫婚姻辅导的这个过程中间，也伫婚礼的勉励中间，牧者时常会提醒新人，婚姻是起造伫基督的听这个基础顶悬。可能上届时常互人引用的经文，大概就是约翰一书第4章19节的经文所讲，愿听，因为上帝大声听阮。牧师结婚的时，也就是引用这段的经文，放伫这个婚礼邀请卡封面的这个经文。其实，伫这段的经文，袂当只有看这节尔定。咱应当爱看这个前后文的圣经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看到21节因为其中有更较重要的提醒，伫这段的经文的教导，迄个重点就是提到着上帝是听，并且基督徒应当爱会晓得彼此相听，因为听毋是对咱出来，乃是对迄个赏赐主爱上帝来。基督徒的性命必须爱内外相合，听上帝甲听人同等的重要。藉着听人来展现咱听上帝的心志。第7节到第10节的经文提到着亲爱的朋友阮着爱彼此相听，因为听是对上帝遐来，迄个有听的是上帝的儿女，也捌上帝。迄个无有听的，伊毋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听。上帝找伊的独生囝来到世上，互阮藉着伊通得到生命。上帝用这个方法显示伊听阮，这就是听，毋是阮听上帝。乃是上帝听阮，找伊的囝为着咱来牺牲，赎咱的罪。受领的以色列人，因拢真期待会通倒转去伫故乡来重新整理家园，重建圣殿。所以因受领了后，因就该靠，因就恳求耶基督上帝的恩典。因为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甲以色列人讲，上主安尼讲：看，我要互我的子民转来到这个故乡来整理家园。我要用慈爱来待雅各一家。我要互因重建耶路撒冷，伫原底的所在重新修建宫殿，伫遐的居民要发出上赞的声，因要欢呼唱歌，我也要互因来欢声，人口增加。我要恢复因的尊严，无搁再受到侮辱。我要复兴因的国家，复兴因的主权，
我未处罚所有压迫因的人，因将互来家己的人来统治，因的领袖出伫本族。我邀请因会亲近我，无受邀请的，什么人敢亲近我呢？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我上主安尼宣布啊！上帝回应以色列的哀求，借着先知耶利米的话，应允因即时的特别会通受接落转去到家园，伫家园内底来重新整理。会通重建敬拜上帝耶路撒冷圣殿，以色列敢会堪得？这值得咱来思考啦吼。但是既然是安尼，为什么上帝要应允因呢？因为上帝是疼，亲像咱伫箴言所讲到的疼，因为上帝先疼咱。所以，伊先回应以色列人的哀求。伫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讲，上帝遐尼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所有信伊的人，未得到伫灭亡，反倒转来得到永生。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囝来到世间，毋是要定世间人的罪。是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人。上帝遐尼疼世间人，就安尼赏赐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成做世间人的拯救。耶稣基督就是受譬如成做耶路撒冷，因为伊家己嘛捌讲过，这个预言讲，恁拆毁这个城。我3日内要甲伊重建起来。基督徒应当爱重建咱的圣殿，因为这是咱甲上帝重新建立和好关系一个方式，甲一个所在。所以上帝应允咱会通重建咱的圣城，重建咱的家园，是因为上帝是疼。伊将疼赏赐予咱啊！约翰伫启示录安尼讲着：我约翰听见这一切的事，我听见看见了后，就拍败伫指示我这的事的天使骹前，要来拜伊。但是伊对我讲：千万毋通安尼！我甲你以及你会同道的。就是遐个先知甲所有遵守这个册顶悬的话，当管是仆人，你应该敬拜上帝。咱应该着敬拜唯一的真神，听咱的上帝，互遐一寡受人欢迎、得到人欢喜的仆人，因并毋是咱所要敬拜的对象。因为只有上帝才值得咱敬拜。约翰伊佮讲，我耶稣差遣我的天使，伫各教会向恁宣布这个事，就是大笔的后代，就是明亮的早起时的星，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啊！所有听见的人都应该应讲来啊！来吧，喙干的人拢得来，愿意的人就拢会通白白来接受着生命的水。这拢是上帝疼世间人，互喙干的拢有活泉通啉。这活泉是免费白白赏赐互遐愿意接受的人的。伫耶利米书30章一开始的时，也就讲到上帝因为疼
来互因重新来去做。诗篇117篇，万国啊，着称赞上主；万民啊，着学乐伊，因为伊对咱施大恩慈。上主的信实永远属存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感谢上帝用听来听阮，互阮会通得到赦免甲救赎。伫主听的基础顶悬来通得重建阮生命，甲主结连。感谢主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